我哋就来做系演技嘅蒙混转来，我自无让你风台，你莫见我背悠悠雅雅，我就做功德。复活拜，复活拜，宪法。100年40年3月初10日为了抢命的歌姬，又准备了3胜9礼，向了本墓的后土良心者3千土的白宫来上香1拜。接香，接回来一记，你拜好你过去别杀。现在进来了。什么呢？你照说什么？挂机喊出门了。这个亮哎，谁照书包吗？我哋都话摆有10年的，大摆歌姬都努力而做2点嘅夜叉都发练将个做6点的金马叉都输我转叉将个都关系，跟歌姬都2年呢。我按度高速公路嗰啲都在讲，全部宽转啦。做了一个嘛。有上正经嘅爱公嘅阿公阿婆，爱婆咧有个上来嘅，上正一门，上来一门，做两门大门来啦。弟弟嘛即家看的啦，即家袂咩？你啊歌姬就袂按放片。现在师傅你大概出门做嘛个事情呢？再同母亲面母嘛个呀，一天就付出了3部分，来个贪让个尽民功德啦。叫做做书几天人富贵，有书几天太平安。是家伙去出门做功德来定做个。那个阿太，按到正昂，我有看到个虎口系胜利。我讲在那边，佢8岁从了西山，也先生公学，佢顺利学会，嗰就龙潭清香台，该学就学盐口普渡。也已经有5台人做了功德。
当时啊，一四步啊，徛足田两江来拍落出啦。你也袂我嘛，也袂好啊，两手咧拼啊咧啊。哦，我讲顺意外啊，有个爱面子的人啊，面都汪汪咧，都晚上都也冇用啦。我阿太讲，你啊阿伯啊，要是聪明啊，你都过了东部哦。我婆讲好啊，抽签，抽到签完啊，才有将先过了东部捞一练。他们讲，做得了，他要个空气好，将个转移时间，按照体验水尾大将。我讲拄拄过来。才那去两俩大鸟，我讲数年当袂啊，佢上都10俩假法的嘛，才有大鸟大河，有收费咯。过来东部吼，天天咧宪法，他只上欠，我讲共15届，哦，写来7届，写没8个。我读300年咯。道理啊，已经有87年嘅历史咧。我讲嘛，做真多爱心，推动发展，讲到火上边啊，啥都行啦。了通咯，就久了吼。那8公元咧。马上穿哪来嘛？阿公。那个上去2万元。哦，我打俾。我出门去检查就个。哦，检查，你系估哦。这就冇带到东西嘛。是咯，是大炮唔记得带。东西冇带好，马上就出去。哟，撞到实实啦！唔会怕你吗？唔会啦，你也唔会讲唔记得的啦。哦。啊，比方说东西有办钱吗？他。有啊。哦，很好。哦，你做功德嘅，你书客家人嘅，哦，玉凤、五耶稣全部，所有的出事全部都一个地方，你贵本全部一派。14岁毕业，你知道做啥？哦，做天使，按部条食饱，是从爱讲学了4年，都有1年咧吼，许多情感股啊。平特，伫个竹海乡佛教做工友，泡茶本个高中啦，6、9年本原住民协加有中美合作，做1年后没投入，过阵来过学，哎呀，你讲就搞除了医疗的，还有其他的。有爱过爱。还有那个罗太，啊，还有一个苏北罗太。人家讲教你会动人见。啊，就看这个跳舞啊！你那读个话都合格啊，讲阿莫当着17、18岁，什么真对那书那会读个话。双胞胎吗？多嘞。像俺好顺意，排除本阿公汤，每礼拜，阿公了嘛个事，去个人去店铺，了嘛个事。我足足个啥唔记得，阿公了嘛个事，去讲讲，你我唔记得提上牌，
佢就講：，冇做屁人嘅嚟睇佢，冇認真。你有難事，跳水舞，我講佢非常嚴跳，一天每個使勁呢，我就鼓吹，我就攞出聽到人哭落去，佢廣告前非常的嚴跳。锣鼓响嘞啦，响嘞好，到了所有抢中心的抢佛法官，抢佛都按照抢心，抢所有市民的人来尽民公德，实际上喺田市強喺個裁判官順條打分數咁樣啊，你人個感天啊！叫阿媽做吼，會驚。要不我们就重创啊！打过年的天棒啊！你第一次出来嘛，我个转型的啦。15歲，干嘛會降山了？我面不風了，脫開鎖門都去了，咪慘。都有左右一兩年過有的麼？講下冇聽到啊！像什麼樣啊？個鑼鼓就響一次人都會唱哦，很奇怪哦，天線之間哦。開條網上書愛講啊，你要讀到怪慘亂的嘛，啊，小人氣都出來了，我馬上都出事。你學的來，你要求你都會做，跟你都會輸。當時做創債啊，我學噶，人命40個人，我叫他出門坐火車去，下巴喊幾點鐘人到，你啊，死得冇窮呀，假如都做，市內做9點空嘅你都何必說呢？冇像以前哦，做到10點鐘個喲，按河船啊！按都說嘞啊，要做到重點，講下冇通專門說個市議的民眾啊，乒乒槍啊，個民眾順條嗰張尿桶啊，看到個棺木，你嘛會驚啊，你呢不敢啊，所以我講大伯講啊，調毒我而學啊，不滿的調你嘛學啦，你對阿冇民眾啊，你嘛冇讀書啦，你都上公辦壓抑的啦，我你那講。18嗎？你都按住來了，你嘛講18。愛講個性啊，七條13條的主的，敢若看在迄個旱船啊，都成10種作。啊個幽默呢，看在看到10點人12點啊，10桶拿出來還唔拿，還7、8個大體兩條不認識，17點是麼？假食昨天食到冇食，賣個凊彩門表嘛，我不能不認識啦。因為我食兩家飯，大家無來啊，還有唔是看到做3、4日的功德做齋啊，所以講看齋看很好。佢出千沙為公，我做啥我就為土德，我就做功德，我哋就來做。係演技嘅夢幻傳來，我自唔無讓你風台，你莫知我輩悠悠呀呀。富貴永昌。做功德有3日2夜嘅，干到2條時，那2日1夜嘅，干到按到近1條時。就是魚骨誒，按照加1條，啊普通都做1煮1夜，全部都要做。你係基本嘅。基本1煮1夜。今年佢冇做咁多啊。呀，大學本吼，冇做，我係上一本嘅木蓮參培嘅。啊，開緊高橋，佢都講24號，佢哋了4條做得3天天。我一定問主任，做到不你放棄呀！
印记的3分1包，就朝望印记转来，还有个主线上而摆。因下家人要长期3台主嘛，兼排去上主摸做在，今日做算作长期咧，那是顺条错咧，谈下咧贪金索法，因下家人也要安样哦，学老人懂嘛。因客家人要按了市民做卷，过来只好讲，随顺好白办，因为俺妈妈生产很多，无为讲好，洗衫啦、洗尿裤的啦，有诶么，全叫是减把讲嘛个法，得出到了好拍水干，水木娘娘，佢个性呢。俺今日写到金圆菜宝贝的梦人颜料，是安个意思。还有个家俩拜10天阎王，俺有所问哈，对照，下次佛祖也顿呢，个事呢全部夹晒账，不去好好过关，一天一天去，呀天初地府对照，俺要做功德本面。有嘴冇嘴，系你自家修来的，俺只让你打招呼的。那你要来讲，只是叫俺要出门个护照嘛，客家人个专利都，就好多人都冇掠出来。大概来去学昨天，听也来田子kim，他手那也有学。他来最胖那个啊，很会流汗那个啊。我也是一样会流汗的。我看见按做按操操。都是9年前走条路，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17岁做呢，我看我讲按罗的本读的，17岁和18岁出门，我一下69嘞。我看伊本读的像现在师傅讲的，像什么样的？那是家常便饭啦。我爸过身就有我太姑、二姑，我妹维持了个家庭。我太姑到去24岁就当选民意代表噶，太姑接我陪上社，二姑就做副卡的，佢就接我爸爸个退路做，安顿了所有事情，退路兄弟的之间。到民国70年，我太姑佢过身了后，对我的家庭内部政府打击非常非常的大，结果。我哋兄弟非常团结，喊你老了事业继续我做下去，大家冇计较，鱼头嘛好，树木嘛好，工商嘛好，大家一定老了事情做圆满，咱就结束，咱们讲老安尼祖先传下来个事业大排天。我俩兄弟做嘛呢？11点睡就冇睡，8点人就想。睡到8点了，就是我陪我做埋宵8点半还没空呢，好睡我袂滴，咩啦，冇饭冇路啦，还有麻烦咯。我向上做了不要数，去啊！我17岁，我爸就招退了，最细个。老太讲1岁9天的，讲起来哦，大家嘛做真甜啦。我做到31岁啊，胃嘛做烂体鱼啊，你啊胃当好啦，嘛个杀掉就食得好。都不用，不懂。
你带找下阿妈呢？你带找。应该是不俺也刚学了，给俺降毛点点。降毛的。爱讲吼，大鸟拍发骑八仙桌，骑两管来拍六出，特技表演，做了本地个，可爱讲多。爱讲喷打做写爱现场这种玩，爱爸没强调来福顺，佢没强调，佢嘛文武全才，佢当 Q 的蛮厉害，打将 Q 蛮厉害，起脚踏车蛮厉害，哪个拢当厉害。爱爸都是梁技术都在写事，爱泰国来幸福，佢没强调。爱讲的常就讲啦，你就说呢，音乐学啊讲的事业，用个担杆来开量力来开唔脱。本身你都子孙拢真嘛，大概题材咪兴趣拢真咪安杂吧，因为佢唔爱学，因为佢系过来人，佢用文春学到嘅学家到，冇诶，冇按多命好来搏。跳过俺咩采桑的时节，就是讲，为了做下老年地位，我就想讲，俺咩就90人岁了，92岁往生嘛啊。前边俺把国信的是长期啊，他是讲汉酒家的长辈来用下做啦，伊迄嘛熟啊，名咪是来兴趣的名啦，是用爱亮迄米店来填做啊。我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他们兄弟，每个我都认识的。下一辈的印出来哪一个就长东妹长是，后生人来就有喜报比真好啊。俺是属于讲，几点做斋做的做饭做出来，传承下来可以传到那么多代。以前爱讲爱播哦，讲爱把个性诗哦，拢係唱，我就喺阿邊北嘅夜半人來，然後我就老人家做齋，因為夜半人我就熟識啦，佢嘛做到真好啊，全神全動運動就長期都去做啊。前阳灯先显必须，用此流马。因为按该这个4号哈。天吃。天师哈。嘿嘿。你干嘛有办呢？比如當勤勞嘛吼，當吃哦啦，啊咧4號吼，係你客家人上到特有嘅嗰種嘅文化一部分啦，啊嘛當做意思啦。你也全部从买个啦，我即个都用剪的，喊你就落台安剪，但做个即个样来装，给他按到饭。我吼唱些都袂高翘高尚个着，各国有各国个专创啦，我较早地下露台。读个穿袂脱第5个露台去跳舞穿咯，弯身、斜身，做嘛，那露台穿无。我苏北露台阿康，现呢读个下士做起都袂做，上马当火。那上台的讲，那天生天养，平常时过两酒啉的，兄弟。原本就嗰度用13歲，就夾到老啊！你當然係床埋嘅跳，床埋嘅跳，我呢就真啲。我現在講嗱，譬如獻錢，
计量啥上来嘛，我哋就用拍的先带动背行，哦，你做多少咱们时间做。这一整夜做25场，后生甲做到安吼，18年嘛有失败，都有45岁过上到还冇咧，嗰度冇保养到啊。夜半三更，火焰都威风光威，大叫三声，不如山看过面，别了。啥个按这样啊，办规咪做大数。冇人会比啊吧？我比到啊强啊！啊比个就查凤条，去凤条卡练嘛，凤条查铁鬼门关还有大课了嘞，木练准咋？你做得救命妈妈出来。婚嫁时代咧，旺盛咧，大血盆，因为婚姻家有信仰，佢个性咧是个血盆起属土啊，做主5个人，所以是血就我出比照，本爷妈妈目前血盆起这个正面。来骗你的意思。没有叫你喝完啊，你那么贪心干嘛？因为咱的说祖传下来的啊，也是有那个兴趣啦，怎么上会好啊？因为咪做安多退下来咧。算你师傅呢？我是生理学4年后见量3人天然气。我学4、5年有哦。学到左边啊，出事的啊，才能不开停手啊。像啊，伊甲伫苏北兄弟都，伊咪第二场的进条。因为配合研究落啊，若袂讲钓咱讲，困落个伊杀伤规条硬皮，袂。两个东西，安尼做滚的，阿太阿公，把把拢做了方嘞，两三拢融合。我哋麻粉粉，天然的样子。我来度全部做上马档。二师傅学2年空啊，下辈啊个1、2、3、4、5、6。兄弟诶，传下来有6届，很有学啦，啦。算起来5岁你能做下来？但是我太孙呢，即个学2年做兵啊，世界很细啊，佢都很读小学啊，大概是唔会学咧。孙呢，全部孙5啊，2个生来孙那点啊。学5学都有才艺咧，无啲爱老太家己条孙咧，学5学，佮就看起只自由啊。我孙呢？上班去打鼓啊。都抢命家下啦，佢哋都苏北兄弟弄钱转来，佮就先讲，哎呦，连爱教佢打太鼓，爱教佢打太鼓，教佢2团。人本身人孙咧呀，讲木水也非常好。你最佩服阿公什么？阿公要拉那个二胡。佢现的啦，现在上阿啲很在上时嘅，鼓励佢，莫讲阿啲太传下来，到结束100个演的啦，弄成冇人学嘅。我4月来一个冇，你啊从事爱行业呗。天爷老一定是阿公阿太寿命传承下来，你要心，我哋唔是讲嘛骄傲唔骄傲，低爱你按照低爱，既然现真嘅来自10个去交古堂嘅10个清楚，你就尽低爱。我天爷来，佢认真非常认真啊，非常认真，也地条地路做啊。佢老啊，现在嘅来咧讲啊，做得做讲，唔是一口录音啊。
爸爸树呢，送烟机，下摆有人食，转来砍是口大烟。四龙师傅呢，你感觉你好，你就会转来吗？我会转啊，因为我爸是后创的，塹创的了了，记我爸创无毋晓啊。啊，在咧功夫较时间因都旧的倒啊，哦，时间因的倒细啊，啉水酒嘛个，送洗嘛个，安尼倒咧水出来啊。伊咧本身冇做好，我袂奉上啊，一定袂安排。所以我哋要大安全，就安样。爸爸大孙条咱大家安全，毋是图票个就多咧，创着互相注意来看。所以食饭拢全部较实，因伊烘落5、6度，是水木来讲诶，水木木了系水木田，该平常时和臭料拢系一该偏上。拜好之后，转弯向里面。咱拜药师嘛，强了，菜上是按多药的，滴不都병药的，병金木水火土，药讲咧大体呢，병全部都完全好咧。做掠行，莫讲按到退休的，日落日有价值，因为老一辈的人拢辛苦老的，有两个市场，那么整个爸爸强下去，上下看，哎呦，咱长辈有来哦，你当放心，做了功德冇问题。做再做功德，出事是真多啦。你若做了就再死，你的想法怎么办？越做越好啊！本自我很好的意思。你讲传统的那功德啦，到你下来啊，都真感化，越做就好咧啦，变安样啦。你爱后生人冇乜个出息。客家人嘅传统做了功德，真紧若冇做啊，冚唪看了就冇睇去咯。推旁边去，转开。现在师傅啊，哎呦，做得暗暗哈，哎好，烟慢哈，烟慢的，谢谢。开得就开啦，开唔得用安排上嘛。人个性做了好福，那么人是都叔公阿伯，那去求了福来本子孙做，婚姻家个性外家来求了福，客家人样就好容易做好就做嘞。你们年轻的要跪啊，他跪你就要跪啊。因为这个送妹哈，爱做长春，这个师傅爱落梅石，技术厉害，专业。那他讲，伢讲老家讲，系强师傅啊。强师傅，师兄弟啦，作为出师，全部讲了。
做你的丧事吼，那最后就是面面俱到，欠一得赚唔得，但是就等因都冇法度。那做咧做圆满吼最好，但是吼你都真繁琐呢，等下开，等下鱼，你都讲慎重追远嘛吼，卡冇啊嘛你见嘅啦，啊做好啦，一生一年吧。我探望该兴趣师傅的台来帮做师傅啊，係我得意的門生啦。所以講我教本嘅東西要學到，要認真，要耐心。你阿爸教咧講會打會計咧，我都是打唔落手，會慢慢唔落手。讀國中畢業之後，阿爸講以後數理啦，學數理蠻好啊。阿爸爸對我期望很大，所以佢冚一定會好好去學。阿爸爸當樂觀，佢睡冇，那要講按照睡唔睇咧，唔是2-3分鐘要睡睇咧，仲係睡，佢攏總會那半眠息。阿爸做嘅事情，我看中我當按咯，特別讓我生意講對阿公阿婆係睇法，阿公嘛會寫。让到通县几境去佛祖田间，过了佛阳山，去了警察庄来。那又起警长又禁术啊！有嘛做安那嘅？俺妈妈学我里头啊，不寂寞啊，又冇个感应呐。较矮就学我里头学到心灵状态，所以我里头啊，兄弟姊妹，报答这个野外，大家唔咧做运动，做下人日就会比好好照到的啊，也嘛做张面容啦。係啦，冇法度，伊時歲就少咧啊！真啉酒食檳榔煙咯，我唔去講冇事，又冇法度，才好得到咁冇前頭啊！啊，家姐家哥，全部講做下鬧嘢不去，線路平時苦，沙都會少啦，嗰時兩家飯嘛看破啦。39歲時節，就老囝水產本歸河社。全部本河社，我上我韓國袂賺錢啦，錢全部按管，按到河裡啦。天。
甲北京嘛，只拿讲第二你看几多钱一啦？咩讲冇发电，你客气啦。咩？第二俺又蛮咁送咯。咱要有差不多4里空地有，俺人啊不应该啦，俺若咧做，俺不应该就要天啦。哦，香瓜笋啦、菜瓜啦，你有什么的？10几条是啦。好啊好啊。哦。摊下来呢吼。哎呦，官的啊，做官啊，个中央个多的啦。有啊，冇喊呢。谢天公嘅計得俾啊。冇條個隻人廠嘅唔懂唔難咧。逐擺都7月15啊，人數嘛唔拉啦，所以我要四步調我兩個屍體，讓我個外省嘅哦，嗰兩個師傅來，讓我斬除，我屬北羅太現況，禮拜佢冇做，佢嘛要來天數判達嘅大鼓，判達嘅向我親羅太，現前嘅嘛無來啦，我條兄弟冇款啦。嗰條廟學術在講神木啊，俺講做廟公啊，俺一條廟上半夜頭不要人轉你啦，你說幾多嘢？真早啊！真早，咁行來普查哦，奉查哦。哎，你講啊，寫信人是要明明啊，你啊夾啊，啊你要咁啊，喲，結果就咩都唔做，聽我講，頭腦都拖住，真係你啊難嘅。了通川九表，拜天初本玉皇太弟弟，佢哋前面啊。新飲嚟嗬。係啊係啊。啱會甜冇啊？唔會啦。做西米時候你弄甜嘛？很爽啊，甜的做快甜。
个礼拜中原普渡的这个发挥呢，是来新菜市场寄来量寄量的这个上市，寄做的上市呢，要做按多年，唔免无年人是阿公传有阿爸传盆个孙的世事一天迄叫做因个口语来行，对遐田强的夫妇也是流的。咱就一两，做这讲说扮演的，老演讲有一只感情啦。所有的特别新面求大个路线从小全部都有来去，从过年到特准有来去，那所来来去所就有个向会分啦。所以讲爱一只感情一俩啦，俩摆有轮到爱个俩四福气。佢都希望来主持了庆赞中年合健平安嘅福照，俺嘛真有福气啦！一条太平办服务啦！因为孟婆阿公嘅言语一天都做到了30分2秒。说法第一天。过年拜下天叫该烧腿嗰個師傅根據過去歷史來講，冇按比重的，依家鹽橋最大本嘅當做樹葉。比如我講教幫我說，你學會不教先鋪擺作嘅，師傅講做得。都個穿教俾你，我哋按摩嘅法有規定嘅，一次驗當沖做啲嘛，快要60年咧，那有出沒有墨嘅，即個也數年名聲我留意啦。我報有講時機一記淡乾。何當家，一年上一年下，20、30也何傳下人何在求別山？唔好講啲何傳嚟人傳，那要根古嘛嚟做嘢慢。你對我指引有按要求嗎？有，我有嚟講，做事情佢唔好亂來。我做阿爸人，我全安心，全心安理得啦。我千萬招嚟啦，